看金曲奖的歌后周雅文，讲有一个女歌迷长期甲骚扰，互伊真困扰。伊怎甲反映申请着保护令，但是就算有保护令，迄个女歌迷也是无咧信道。这个月月初，周雅文到高雄来演出，迄位歌迷照常到现场来等伊。周雅文着生惊，马上来报警，警方到场逮捕伊送。即摆迄个女歌迷已经封收押。 金曲歌后周雅文12月初3去高雄参加公益的演唱会，也毋过听讲，调甲周雅文骚扰4位女歌迷，无要收保护令，走来现场，害周雅文惊一日经报警。警方当场就将这个4位女子依法逮捕。根据了解，周雅文自去年开始，都定去和这个新加坡籍的女歌迷骚扰。 后来根据经司法申请保护令，也毋过今年11到12月，女歌迷也是一直传电子邮件甲骚扰。12月初3，周雅文去高雄公益演出的时，这个女子更加冲去到现场等，害周雅文更加随报警。依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现行犯逮捕，全案讯后依违反保护令。 移送侦办，并建请羁押。讯问后，认其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骚扰之余及逃亡之余，在114年12月4日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周雅文也伫社群顶管铺文感谢。 检方也讲，这个女子捌因为恐吓、跟踪骚扰等等的罪嫌，获新北地方法院判6个月有期徒刑，佮加赶出境。也因为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，获台北地方法院拘役50天，如今声押核准。民众支持假夜的人无问题，也毋过也是爱尊责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